一人于天赐女于愿起补办婚宴，席开110桌，而李亚平先前怨彭恰恰人没到，包3600元的红包太少，让彭本人在脸书上回应：您嫌少，那就对不起，在演艺圈掀起不小风波。事后李亚平哭着道歉，表示当时的话是无心的。20日婚宴举办时，多位艺人狂拿3600元出来亏，还曝光自己红包金额。事后又有部分网友指出彭恰恰羞辱于天，忘恩负义，让彭恰恰在脸书忍不住反击，问我怎样失礼。彭恰恰终于打破沉默，先是 PO 文表示，每个人都有自己需要面对的问题，每一天都必须面对敬礼的自己，引起大家关注，很对不起。我只是一个演艺工作者，跟每位朋友都一样，会努力做自己，让此事随风吧。不过疑似有网友留言指他忘恩负义，彭恰恰凌晨再度发文反击，其实事情没那么严重。但这几天一直有朋友在这里问，主委这么提携你，我搞不清楚，想请问是什么单位的主委？提携什么？或我怎样失礼？可以举提携的实例吗？因为这样我会无法判读，麻烦留这话的朋友明说无妨。